大家好，我係方榮教育嘅 Miss Ann。今日咧好開心咧，就同各位咧介紹我哋區內數一數二嘅其中一間名校，就係梁銶琚中學啦。我相信好多同學仔或者家長咧都好注意呢一間學校嘅。首先咧講講佢係 Band 啦，佢係 Band 1A 啦。咁而佢係屯門嘅4大名校之一嚟嘅。咁入邊幾間直屬嘅小學咧，就係何日東啦、李金啦同埋胡士渠紀念小學嘅。好啦，講講上一個年度啦，入到梁銶琚中學嘅豐榮學生咧有61人嘅。好，咁究竟佢考獲 DSE 成績同埋升讀大學嘅比率又係點樣呢？嗱，佢上一年度2023年咧考獲本學士課程嘅最低入學要求咧，即係3322+2嘅比率超過90%噶啦。咁而升讀本地嘅學位課程嘅比率超過80%。好啦，呢間學校咧有咩嘅特色咧？第一樣嘢當然係英文啦，用英文去教學，甚至乎連係初中嘅視藝咧都會係用英文嘅教學。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語文嘅成績咧係非常之傑出啦。咁核心科目即係中文、英文啦，達到第3級或以上嘅比率係超過94.4%。第三樣嘢咧，佢嘅電子學習啦，喺2023至24年度啦，中1至到中4級別咧推行學生咧自攜裝置嘅政策，俾學生咧攜帶私人嘅流動電腦裝置咧翻去學校進行學習嘅活動。而第四樣嘢咧，佢哋嘅體藝成績咧係非常之傑出嘅。嗱，佢連續24年咧係蟬聯屯門區中學男子組同埋23年蟬聯女子組嘅全年體育成績總錦標冠軍。咁我亦都可以咧分享下我自己喺梁銶琚中學讀嘅時候親身嘅經歷或者感受啦。第一，當然咧個功課量係非常之大啦，即係日日都好多功課。除咗功課之外啦，好多嘅小測啦，好多嘅預習啦，亦都好多嘅默書啦。咁所以咧當然啦，我相信呢個咁樣嘅環境亦都可以令到同學仔增加佢哋嘅競爭力。作為一個導師啦，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啲同學仔俾啲卷我哋睇嘅時候咧，通常都係深好多，即係唔係深少少，係深好多。我用英文卷作為例子啦，生字咧係好深嘅，同埋啲句型又好複雜，考你課外嘅知識都係好多，即係唔係話你溫咗書就搞掂。當然啦，我相信有呢一個嘅挑戰，同學仔咧先會更加成長，同埋可以攞到更好嘅成績嘅。以上咧就係今日我同各位分享嘅資料啦，希望今日嘅資訊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啦。最後咧就祝福升中嘅小六同學仔，你哋都可以入到心儀嘅中學。